長大之後你先至明白嘅人情世故。第一，人哋唔妥你，你無需放喺心上，你無需要討好所有嘅人。第二，去人哋屋企食飯，你唔好兩手揈揈。第三，人哋唔想講嘅嘢，你唔好過度八卦。第四，多睇多聽，少講嘢嘅概率係冇錯嘅。如果你一定要開口，就多講啲人家聽咗舒服嘅話。第五，自己唔出錢出力嘅嘢，千祈唔好指手畫腳。第六，財不可露眼嘅，露咗你就會有被借出去嘅風險。唔借你小氣，借咗收唔返。第七，朋友間嘅事，看破唔好講破，意會唔好言傳。第八，人同人之間永遠係相互，喺人際交往中，若果你想喺人哋嘅身上獲得利益，咁啊最好嘅辦法就先讓人哋喺你身上獲得利益。第九，原來好多嘅關心只係想知道你過得有幾慘。第十，能夠用錢解決嘅問題，就唔好去用人情；能夠用汗水解決嘅事情，唔好用淚水啊！